耶穌同彼得講：西門啊，西門，撒旦得到准許，要篩你哋好似篩麥子咁樣。呢句話真係好犀利。睇嚟撒旦曾經去問過上帝，求你准我去攻擊班門徒。耶穌講嘅你哋喺希臘文原文係眾數，撒旦要篩你哋班門徒，好似篩麥子咁樣。跟住耶穌特別同彼得講：但我已經為你祈禱，呢個你係單數。記得我為你祈禱，叫你唔會失去信心。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嘅弟兄。呢度特別令我留意嘅係，耶穌唔係祈求彼得唔好唔認佢。喺當時嘅環境下，彼得一定會唔認耶穌。以彼得嘅性格，當強大嘅黑暗勢力突然撲過嚟，彼得不認耶穌係無可避免嘅情況。耶穌好實際，我好開心佢一直都係咁。佢唔係祈禱到好屬靈，希望彼得唔好唔認佢。佢祈禱啲咩呢？佢希望彼得唔好失去信心。記得你會犯好大嘅錯，你會覺得好羞恥，覺得自己跌落谷底，但係千祈唔好放棄信心。只要你守住信心，我會帶你渡過難關。之後發生嘅事就證明咗呢番話。